维吾尔运动于5月1日劳动与团结日发布公告，呼吁世界不要忘记被中国受雇为奴隶的维吾尔人。维吾尔运动在2020年4月30日发表的声明中称，5月1日是劳动与团结日，也被称为劳动节。今年的劳动节在中国爆发的全球性流行病的阴影下庆祝。中国政府把拘留在东突厥散集中营的年轻人强迫在中国内地工厂工作。在武汉病毒全球流行期间，维吾尔人的生命处于危险中。共产党在隐藏整个中国因该病毒而丧生的人数，并支持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交媒体发出的关于维吾尔青年聚集在某些地方并送往内地的图片和视频，证实了这种压力和迫害。声明强调，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继续鼓励汉族人前往东突厥散定居，并说维吾尔运动继续捍卫维吾尔和东突厥散其他突厥人的人权和民主自由，发表他们的声音，同时在国际工人和劳动节之际，再次呼吁各国政府和公司保护整个员工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权利。中国官方尚未提供他们所谓职业培训中心的数量。国际研究人员对集中营进行预测的同时，他们避免说集中营具体数量，因为在许多地区，有些集中营已经从学校和旅馆、医院和清真寺等许多其他建筑物改造成与外界隔离。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消息，东突厥散伊宁市新华医院最近变成了一个集中营。据百度网的信息，新华医院位于伊宁市中心，拥有832名人员，医院总面积为42066平方米。据透露，自2017年以来，该医院一直被用作集中营。世界卫生组织出人意料，呼吁中国邀请世界卫生组织前往中国调查疫情，包括疫情病毒起源。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第一次承认，中国多次拒绝世界卫生组织前往中国勘察疫情的请求，并透露世界卫生组织针对疫情的措施信息，包括病毒是否人传人，均来自中国的信息报告。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高丽于周四接受天空新闻访问时表示，中国国家层面的调查在进行中，但世界卫生组织至今没有受到邀请参与，希望在近期能够参与。此前，世界卫生组织曾多次称赞中国在疫情危机处理中的表现，而世界卫生组织本身则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诟病，被指抗疫不力、过于轻中。德军决定不使用基于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TikTok， 当局下命令从所有计算机和电话中删除该应用程序，原因被解释为网络间谍活动。目前 TikTok 应用程序继续在许多在线商店中下载，但是已经宣布被德国军队指控从事网络间谍活动。该应用程序将很快从军队中的设备中删除。不久前，德国空军和其他部队共享了有关 TikTok 的视频，并引起了争议。德国数据保护专家沃尔利希·凯尔伯表示，对于一个不遵守和拒绝我们的民主和规则的社会，获得我们的信息是不可接受的。武汉肺炎疫情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美国政府加大了批评中国的力度，一些美国媒体称赞中国，这引发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强烈不满。特朗普5月1日在社交媒体上批评美国媒体为中国说好话。他说，欺骗性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以及新闻媒体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都在不遗余力地赞美中国，他们是在向那里做生意的中国傀儡，他们利用美国的电波来帮助中国人民的公敌。特朗普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看到了关于病毒从武汉出来的证据。